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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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小姐！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打烊？现在几点了？已经11点了。11点。11点。完蛋了！估计这要吃饭了。天哪！不好意思啊。以后好好照顾自己。再见。才回来啊？啊，对呀，我今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跟一个朋友见面，一不小心就聊晚了。下次早点儿，赶紧洗澡睡觉吧。好的，那个你赶快睡吧，不用等我啊。进。顾总，这个是刚刚门卫送上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亲自交给您。啊，放这吧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嗯。贺锦熙，哎，你看他怎么捡的啊？放错了，哟，露露这是外面有人送来，指定送给老夫人的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送去。哎，我来打扫卫生的，来擦桌子。锦溪，哎，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和一个朋友出去啦，我们是跟你说过了吧？去哪儿啊？咖啡厅啊。什么朋友啊？闺蜜。真的吗？对呀。这是什么呀？
像话了！这个贺锦熙居然干出这样的丑事情来，我们顾家的脸面都要给他丢尽了。真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地善良、老实的孩子，没想到他居然跟人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，照片都寄到家里来了。西城，你必须马上跟他离婚。奶奶，我不会和他离婚的。你再说一遍。这么一个道德败坏、淫乱的女人，你居然不想跟她离婚？奶奶，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很气愤。后来我一个人冷静地想了一想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干不了这样的事儿。谁好坏会写到脸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顾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媳妇儿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你还在为他说话呀？照片都放在这儿了，人证物证的，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啊？您先冷静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哎，你是孩子，你要气死我呀你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您就相信少爷，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好，我给他时间。要是这件事情属实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整治那个贺锦熙。喂，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你现在能不能跟顾先生解释一下？你就告诉他，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喂。